大型幼稚园的幼童都用高水的舞蹈炒热气氛，也带领选结婚的夫妻进场，就是要让少年时无机会穿婚纱太太实现梦想。这条由南区公所举办的南区模范父亲甲选结婚表扬大会，由里办公处甲社区发展协会推荐，以上台接受区长现场颁奖。也传真侪礼物相送，甲家属做伙留下历史性纪念。其中上高龄是新生里百岁人岁丁华照，喺老空间亲自到场接受表扬。当然，所有模范爸爸拢同款，每一位拢是家庭的靠山，对囝儿无私奉献，场面热烈温馨。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父爱如山。父亲是我们家中最坚固的一个靠山。那今年除了表扬这样子的一个模范父亲以外，那我们也结合了静新科技，我们利用凤凰电波仪来短短的时间，让我们的爸爸们除了来参加表扬活动以外，也可以抒压。那另外钻石婚的部分，今年4对，那有感他们一起走过一家子这么漫长的一个岁月，非常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年也租借了婚纱，让他们重温旧梦。那也感谢静新科技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彩妆的服务哈，让我们有别于其他区，不是只有表扬，又可以帮爸爸舒压，又可以把妈妈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南区的表扬大会继续大新，就因为除了莎士比亚婚纱公司赞助礼服，静新生机甲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嘛动员，用电波放送爸爸肩胛头暗棍的经路，嘛用新科技扫除皮肤的斑点美白。另外，选结婚太太嘛真有福气，用科技保养、化妆水当当，拢互因感动噶。听这老师人用这按摩吼，一个好的感受真好啦。科技来掠定。科技嘿，这有这科技来掠定吼，安尼电热啊，安尼互伊这感觉更困那个会能力啦。真正足好诶。我81岁啊，来参加这个，我很高兴，真的感谢你们哦。我当来安尼吼，我心里真的很高兴，想要哭了，真的。年长的皮肤都我们都会针对他们肤质去做，像比较滋润一点的保湿，然后再帮他们做肩颈的放松，因为他们年纪慢慢有话，经络其实是比较紧，而且比较紧张，然后慢慢那个经络有在退化，所以我们尽量用我们的负压机跟那个电波呢，让它做热温的温化之后呢，它肩颈放松之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那我们也会非常感谢这次的钻石婚呢，我们也帮他们化个妆，然后他们的妆其实皮肤都蛮干的，所以我们是尽量都在做比较滋润的深度一个电波跟科技的美容的科技的保湿。为了对南区模范父亲甲斗阵一家子的翁仔某献上祝福满满，这面代包括立委陈廷辉、林俊宪以及议员林美燕甲罗坤福拢亲身到场，希望透过表扬伟大父亲，珍惜婚姻世代传承。台湾新闻阮籍何超邦采访报道。